早晨，十字牌早餐。今日咧，我哋係睇新一段經文啊，就係、是《申命記》嘅19章1至14節。雖然咧，佢就係整段喺結構上面去到21至21節、21章9節嘅。咁呢一段咧，其實就係我哋成日都提翻16章講句自公自義啊嘛 ，righteousness and righteousness only 呢一樣嘢。咁而家咧就由嗰個權柄，即係喺先知嗰個權柄咧，就落到去日常生活裏邊。咁我哋會睇到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屠城。我哋先讀經文。耶和華你神將列國之民剪除的時候，耶和華你神也將他們的地賜給你。你接住他們的城邑並他們的房屋，就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分定3座城，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為業的地分為3段，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去。誤殺人的逃到那裡可以存活，定例乃是這樣：凡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木砍伐樹木。同入樹林砍伐樹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樹木，不料斧子脫了把，飛落在鄰舍身上，以至於死。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報血仇的心中火熱追趕他，因路遠就追上，將他殺死。其實他不該死，因為他與被殺的素無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說，要分定3座城。耶和華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擴張你的境界，將所應許賜你列祖的地全然給你，你若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這一切誡命，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這3座城之外再添3座城，免得無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流血的罪就歸於你。若有人恨他的鄰舍，埋伏着起來擊殺他，以至於死，便逃到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長老就要打發人去，從那裡帶出他來，交在報血仇的手中，將他治死。你眼不可顧惜他，卻要從以色列中除掉流無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承受為業之地，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咁今日咧就唔會好仔細咁講段經文啦，咁但係咧起碼俾我哋睇到一個重點嘅，就係呢個唔係一個法例嘅講述嚟嘅，係啦，呢個咧仍然係摩西好似一個牧者咁樣咧，去將嗰個設定法例背後嘅意思講俾其他人聽，係啦，咁喺邊一度睇到咧，就好似第5節。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砍伐樹木，手拿斧子一砍，即係本身一齊去劈樹，點知唔小心劈死咗隔離嗰個，咁呢個人就可以去到呢個屠城，可以存活啦。咁其實個道理係咩？其實係講緊道理，唔係講緊嗰個 legal code，唔係講緊嗰個法典啊，係講緊點解要咁定，就係免得報血仇嘅追上去將佢殺死，即係要夠近佢先至可以走得甩。因為佢哋素無仇恨，其實佢冇動機要殺佢啊。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應該要血債血償啊嘛，係咪？即係十誡寫住不可殺人啊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個咁樣嘅狀況出現。咁其實喺民數記裏邊咧都有提供到一啲額外嘅背景喺當中啦，因為有講到屠城嘅安排，咁啊最終有人留咗喺約旦河嘅河東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冇過到，最終有啲人冇過到呢個約旦河噶嘛，即係有啲支派都2個半支派喺嗰度分咗地，所以咧嗰度亦都有屠城俾佢哋，作為一個即係背景俾我哋知道，其實係重要嘅。即係總之喺以色列人當中應該有一啲喺叫做誤殺或者係無心殺人嘅情況底下，可以去保存佢嘅性命嘅。咁呢啲我哋都知啦，係嘛？即係喺嗰度匿啊，如果走咗出嚟啊，會俾人哋殺啊。咁匿喺嗰度咧，就等到大祭司死，即係好似作為一個代贖，佢哋先至可以走翻出嚟啊咁樣。咁同而家嗰啲特赦嗰啲觀念都有啲類似嘅，
係嘛？即係佢都等緊嗰個總統發落。以前香港有套戲叫《等候董建華發落》㗎嘛，即係有班少年犯，咁究竟佢哋幾時定坐到幾時，係咪終身都要睇一啲狀況。咁當然呢樣嘢唔係被濫用啦，佢嘅重點係講緊個邏輯，就係如果有一啲無心殺人嘅事，其實喺神眼中應該點樣處理？咁佢嘅眼中其實就係要定屠城，使誤殺嘅人可以去到嗰度啦。咁我哋咧都可以睇下論下，即係呢個法律不外乎人情呢一樣嘢咧，就喺呢度好明顯咁樣顯示到。咁我哋咧之後咧就會再仔細咁研究經文，我哋一齊禱告。主要感謝你，俾我哋都透過呢段經文再一次去喚醒，即係神知道呢個人世間，其實我以前都會成日諗嘅一個問題就係咁啊俾個斧頭劈中嗰啲人咪冇受到耶和華嘅保守咧？但係神亦都容許呢啲物理上面會發生嘅事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存在。即係我哋面對災禍嘅機率都係一樣，亦正如耶穌基督所講，日頭也照好人也照歹人嘅道理都係一樣。但係往往神嘅注意點唔係死去咗嘅人啊，係反而係在生嘅人點樣繼續去處理嗰個問題。呢個都係俾我哋好高嘅智慧啟示。我哋多謝你，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名字求，阿門。